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多久？随便来，我是随便唱唱，也就随便想一想，结果没有，准备了很久。是，那你要训练自己啊，比如说这个就在公司里面开了一个小型演唱会，想可以跟你唱歌吗？我在学啊。啊，你在学唱歌？今天打来跟我现在有人，他们都是我那个歌唱班。